约时报》一份题为《中国如何将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改造为工人大军》的文章中表示，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实施强制劳动制度，旨在将东突厥斯坦穆斯林，主要是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改造成工厂和其他大雇主的工人大军。在当局压力下，贫穷的农民和小商贩和工作年龄的闲散村民要参加数周或数月的培训和灌输课程，然后被分配去制衣、制鞋、扫街或其他工作。为巩固对东突厥斯坦的控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起了大规模行动。这些劳工项目代表了该行动的一条日益扩展的战线，他们和已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教化营一样，对政府的社会再造战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问题专家郑国恩表示，被拘留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中，大多数是中年人。数十名约旦人参加了星期二的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实行的镇压政策。与会者在伊斯兰行动阵线的号召下，聚集在中国驻首都安曼大使馆总部前。伊斯兰行动阵线秘书长达达勒在给安纳托利亚通讯社的声明中说，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令人震惊的危害人类罪，呼吁国际社会干预，以制止中国的大屠杀及其对穆斯林的侵犯。距离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仅10天，就在韩蔡对决的关键节点，有台湾现任领导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力推的反渗透法，在当地时间12月31日进行的立院表决中获得3读通过。行为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委托、资助等5类行为将正式受到禁止。根据该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治现金、非法从事竞选活动，也不得就涉国安、机密的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进行游说，明确境外敌对势力及渗透来源定义，并规定若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治现金或公投经费，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1000万元以下罚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通过推特表示，美中将于明年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第1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在当天通过推特写道，他1月15日将与中国在白宫签署两国间巨大且具有综合性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说，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将出席签字仪式。他还表示，晚些时候将去北京，两国将就第2阶段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印度尼西亚因进入南中国海纳土纳群岛海域的中国渔船和海岸警卫队侵犯了该国领海，向北京政府发出了照会。据印尼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印尼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雅加达大使肖谦，并关于侵犯纳土纳水域印尼经济特区行为向北京政府发出了照会。大批抗议者星期二聚集在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外面，谴责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入口处猛冲并烧毁了一个安全哨所，但未能进入主要建筑物。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宣布，美国将立即向中东地区增兵约750人，以应对该地区针对美方人员与设施不断上升的威胁，包括发生在巴格达的事件。